对。交不了，小娟，小娟不要。出来！换波后水，先到要打起来应该不用。这打的爆吗？哎，不太多，你倒上去。哦，不要太多。扶手这边呢？太多了。这里要吗？我就包下去，不用，这样走，你走。教练好，教练好。那个绿旗，投手线是10号还有4局，3号还有4局，1号还有5局。OK。核心投手人设人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公司第一台今仔日10月30号第3场的比赛，第11届台南巨人杯少棒锦标赛，由台东立行队对着嘉义县和兴队。伫我先开比，赶快是边球评柯伟迪老师，老师你好。这里啊，来继续着公司讲棒球、细棒球哈。伊在这两队啊，哈，拢袂歹，拢甲对方苦斗啊。是。啊，嘉义和兴苦斗台南立人啊，咱这个台中立行苦斗着这个桃园的人参吼。所以讲这两队其实预赛吼拄过，两个都拄过。迄阵啊，立行16-5啊，吼赢和兴。其实我来讲小棒比赛就是安尼啦。来看下先发制。蓝碧分科业加有加凯、郑伟安、吴仁瑞、李义烈、简树杰、屈宗伟、张志强，台中立行的先发。伊这个一番呢，本来会在另外投手这边是嘉义县董俊伟、保守黄世尧、法斯多汤俊兴、二垒是杨家彦、三垒李家瑞、short 曾思伟、left 杨正顺、胜达叶文。这边的是高一铁，所以这两队伫八强这吼，大家下看嘛咧。咱今看到的是嘉义县因成守备。这个今仔日甲明仔载比赛拢来到最后啦，所以讲拢真精彩。哦，哎呦，投手袂歹哦。这莫上看起来真顺吼。这手扭开手套吼。这个保守吼，即摆因为小棒的关系，我讲囡仔牵落投手吼，尽量小加一寡速度，莫咧无咱无内吼。哇，开去啊，手要放开去。咱都爱早讲过吼，因为小棒的比赛投手袂使练，袂使等迄个卡步。拢直球为主嘛吼。拢足球俩，拢足球俩。无正常投手的手无扭开手套嘛，叫人看了伊的手势咧嘛。哇！来看这赖刀，杀个炮哦，迄刀哇，立行一番的。两对帮，哇，有走，这厉害厉害，厉害大。你看你拍用中线有机会吼，拍这 inside out 的方式，哦，你看，拢是行中线的打者的方向。你看，伊看咧苏林谷做 inside out 的方向苏林谷真水水。一番打者就入去得点圈了哈，所以对到和兴来讲，阿流来啊。立平真正是袂歹吼，这支队伍。我来讲先拍的吼，成功的球队吼，士气较会当拍出来咧。伊先得分了，是毋是？你后讲的球队就较稳啦。啊，你立行伊最后做这款战术的吼，甲你让咧，甲你让咧。可有加咧乌白人，可有加是拄则对到这个桃园人参的一番的啦，啊倒机的吼。哇，对不对？是低半度。哟，这战术就较保守啊。因为你即摆时间度，伊可能就是讲无简单，就是要甲二垒的咱啊送去杀度吼，要来拼1分啦。先拼1分，是要拼1分尔。另外是慢多的就是，伊若要点吼，一般咱会甲投手教讲，马达若要点，你就好点；伊若要自杀，你就好自杀啊！你个什么闪几波？卖闪吼，卖闪。已经闪2球啊！啊，何况吼，一般来讲你第一局尔啦，哦，这分数还佫有咧，所以你就算二垒迄个送伊嘛无要紧。啊哈哈哟！你个杀了后袂轻，杀到让哪里杀到？你看这拢，迄拢毋是吼，对方偌高，拢家己先送互对方的。投手吼，好个投手毋免想遐济，头一局尔，你对伊个推啊嘛袂歹。即摆足简单的啊，掠马达杀到积分就是免费送伊，该互人的分数就互人吼，较大方咧。对吧？保送，你个保送啊！一三你有让哪？你只要如意包，佫接较侪人，佫一支大旗推下来，啊分数就佫入去啊。看起来你迄个小是一个混人有素的队伍。应该讲基本的功夫。马步徛真在。名门世家的球队吼。张志佳嘛吼，张志佳较早是。当然啊，对张志佳当这个选手较无彩啦，啊因这队啊已经出到45个普罗的选手啊。所以离阮台中地区吼，这立行国小嘛不得了。当然，苏本新台中人吼。系啦，啊台中都嘛是甲咱台南同款，拢是棒球吼，啊真热门的、真热的所在啦。哦，这个人嚟你看，好球。这人讲啊，这波真厉害哦。立行靠一看你看，你发斯多走日时间多，那像你行走骹咧。当作跟你厝。直接行走骹咧。二三垒有人啊。保守连牵嘛，不要紧。风气来牵色啊。
抓打，三番车啊！哦，赵瑞杀到袂歹无走，哇，这个投手袂歹，这个投手，抓掉，哇，要夹杀，要夹杀！夹不掉，哎呀！颠倒去走倒来一分无简单，这个 run 啊，里边个小 run 啊，非常有技巧哦，本来是应该相杀嘞。杀到咱来，颜必顺吼，有够厉害，厉害，看这杀到咱来，去用接赛时较紧的第一时间冲上来。这嘛是真有智慧，这个何兴国小姐无彩，这是干到，嘿，伊看到紧冲啊，你搁他妈你蹲地。我走三垒，搁三垒，哦，卡有有处理，有水了哈。这时阵就是讲咱爱华丽啦，啊处理你无处理吼，你若伫你样样会去踢出out度。保手是传了袂歹，保手这个基本功真好。师傅啦，咱慢动作看到师傅啦。那第一局就是安尼吼，状况吼，大家还搁中岛等以外吼，可能还搁安尼马声吼。要袂消化，马上一分啊！种比赛是安尼啦，两队拢拍第二场啊吼，体力啦，吼，啊，搁即个要拍八强的这压力拢有吼，所以讲对囡仔来讲是嘛真辛苦呢。投手的阵力是当然啦，哦，对，做阵力才上重要。你投手若无够用的吼，要拍两场呢。哇，到 pass ball， 那即摆嘛才一个安打，拄则都已经有抓到啊吼，啊，结果佮补上一位，佮补上去，啊，再过来哦。这个例行吼，无可能讲一三队就要点伫遐，一队就要走啊，战术过来啊。来看到伊个 run 啊，敢会继续来讨论一下。合理，伊是爱佮走啦。这投手吼，投手要适度啊，适度的固定式小可注意者吼，莫拢杀了就要牵。这嘛是野手来做投手的。天色嘿，差一输啊吼！完了都啊，咱啊发所杀的吼，台中烈兴国小对着嘉义中部乡的这个和兴国小，我这个杀到。对面接到以后传一粒角，负，来给发掉啦。伊其实第一时间伊想要牵本垒咧，啊，但已经袂过，因为杀到咱啊第一时间已经启动了吼。嘛是有机会吼，两人出局。先掠出局，啊，无你安尼吼，会拍了吼，会拍袂了去。娱乐搁起来哈，这个真勇，这个真勇。迄啦，阮大人吼，像迄种身材，巴肚哪恁拢讲胎位不正，羊水太多安尼。阮即摆即运的吼，真侪巴肚拢挺出来有无？拍棒球先做巴肚开。啊，都无咧运动啊！你也像咱民主兄呢吼，去练一个落一个，巴肚就无去啊。拢坐办公室啦，啊，搁秘鲁啉伤济啦。哦，秘鲁啊，吼。啊，那巴肚汤啊拢走出来。来哦，土豪岛哦，来看娱乐安怎处理。你讲巴肚汤啊，即摆阮长青阁拄着迄个最有名的đồ啊，杜福明啊。伊较早就大，啊，即摆嘛呢，但是吼，袂歹呢，牵球还佫真顺哦，佫真在哦，有够够。我这球，你看，伊推啊，甲你讲，盛大处理啊，这分佫入来啦，紧来牵scan度，速度袂歹哦，嘿。你也紧掠，莫互伊咧走scan度去，但是人伊只推啊拍得水啊，平，你看拍平，安倒啊，教练讲好啊，嘿。你的任务达成咯。第一场比赛可以得第1分呢。嘿，你看伊拍球足顺。真顺的吼。这伊的这个速度加强者，体力搁加强，明年全国赛吼，这个腿啊会足恐怖的。要拍优势啊，要拍 L 那会使。加起你气势嘛袂歹。个倒机啊。输吉。简树吉，简树吉身材甲伊勒差到济啦，伊这表是袂歹哦。今日哦，safety 慢度，out 度啊，这是用 safety 慢度啦。3-0，立平国小暂时领先着嘉义县和兴国小第一局顶半局。立平国小是即届冠军热门队伍。你看咱下赛到即马拢是头一局的上半就得分啊嘛。
真顺真水吼，这个拍球。扫的吼，来跑到这呢。咱即摆的囡仔，自然而然咧拍球的时候吼，会看到这大神拜啊，普罗这神拜这学长，哎，你拍球拢咧要扫大机的吼，所以这大拢咧拍大机的。啊，咱一早就看到迄个另外桃园的人参有无？其实人参你对他们讲虽然讲输吼，这个力气，但是伊拍球的方式我觉真好。曾文武、唐志伟、黄世尧、唐俊兴、杨家瑞、杨正顺、李家瑞、高一铁、叶文、高号叶问。这甲下早的迄个欧大同款的。差不多。投手有甲凯保手严德芬、法斯多、李一力、李蕊、张志强、三垒简树杰、short 第位啊 left 个苏瑞、胜达可以加 right 是区中伟。这投手有换啦，伊高位来牵。佢老拍倒啊，吼，投手免讲特别，因为你敢若足球尔嘛，啊，牵到准，啊，互手臂来练。我相信比赛当中就是要练这个手臂啦。哦，曾文宇这个囡仔吼，姿势嘛足标准的。是，以及一个危机的处理能力哈，反应、抗压性。这对这囡仔体能嘛是一个足大的一个 test 你知影？因为曾文武吼，好球。因为你两场比赛吼，啊，这是要拍决赛的，啊，所以比赛当中会紧张来啥吼，体能拢会较负担较大。嘉义县好兴，哦，来，这个球是干到，速度真紧哦，真认真走。咱即马这个内野的投吼，应该拢较标准，但是有今仔几条球拢嘛是拢会不规则的弹跳吼，啊，所以因这个内野是干到、速度这个接球要注意一下。这球了是干到起来位多好势，怎样？个头前尔，是，哦，正面的球啊。人工的草皮是毋是较稳，较袂安乌白跳？人工迄路是会走较紧哦，较紧跳，会走较紧啊，但是较袂安尼乌白跳。乌白跳，但是你到身要迄个算讲maintain啦，哦，这个部分会较麻烦。较麻烦。唐俊伟，嘛上你叫妙，你讲，鸟起来是无袂歹吼。因为你拍球是安尼啦吼，打击这个学问足大的啦，所以你要讲要拍较足食家的吼，我来讲囡仔，你毋免讲安尼，拢去拍大击，而且这个球讲鸟起来，应该是胜大。管无见远，应该是轻松来接到无问题。是这接安尼嘛无，你这个关度阁足有的吼，你足轻松做定位，袂使伫你个脚刀腕的顶，爱伫你的目睭的面头前，鼻仔甲目睭面头前食较大好势。大家有听到吼？鼻仔甲目睭面头前来接嘿啊，这球。你伫较大只，若小风若扇者，你的手较无好势啊，有经验啦。好球，我拍倒啊，那速度拢无紧嘛。土澳道啊吼，黄世尧身材袂歹。伊这个准备姿势嘛真好啊，这个有拍大机的缺失，只是你底无啊，即摆下骹这个安全带吼，较无锁完，嘿嘿，凊彩弄一个安尼。安尼发钱嘛吼，较早交倒来，地无好。哦，即摆因为棒球的工具吼，其实头啊愈来愈好啦，少年啊，较无滴金破链嘛，挂金破链嘛吼。嘛足奇怪。你这小朋友说就，若像乌人共款挂金破迄链，是普罗较会挂普罗有诶无诶啦，囡仔挂会，安尼是讲是有这个习惯的啦，是啊，这个棒球球啊，拢爱挂金破链。表示讲伊这是行情袂歹伊的成就啊，伊的成就。哦，伊行情袂歹啦，诶，啊，迄道杀术我真煞接到，煞接到啊！但是咧吼，这就是一路安打顿底一个，无走。嘿，一般是安尼啊，你若打击状况若袂歹，就算接到吼，迄无营养的安打嘛出现啦。人伊准备动作拢足顺啊，你看吼。哇，真顺真嘿，水。伊的力头有够饱啦。我感觉人伊拍得袂歹呢，以前下早一点啊，即摆吼拍得真顺咯。普通这种球应该就是接杀嘛吼，无遮远嘛。无即个球要，下只球要正常位嘛无好势。赶快关球，哇，无接球应该是无问题。这球这个标准啦吼，标准，这个标袂准。歹，基本动作袂歹。伤赶，伤赶。回国小联分同款3-0入平来领先，不过比数无球伤开，
这3分之内在正常来讲嘛拢安打。因为咱这个基因杯已经来到第11档了吼，啊，所以讲伫顶礼拜开幕时吼，台南市市长吼，邀请你参加嘛吼，本来是嗱，阮资格无到遐啦，伊会邀请技人队古早的遐个老球员嘿，啊，个台南市这民意代表啦吼，啊，个棒协，我印象中啊，个有林华伟校长啊，一寡先辈啦吼，啊，当然真感谢着台南市啊。历任以来的市长吼，对到这个台南亚太棒球圈的这个囝父，甲斗相共，因为主要伊个大人的苦度怎么起啦？之前咧球场咧起时个流标呢，哦，所以讲要谈这个所在起球场嘛较辛苦，但是即摆起出来啊，咱就好好来办比赛。今年对了疫情吼，无应该是一个国外队伍来比赛。啊，你嘛真爱来啊！吼，我咱打头一场，甲民主啊咧讲着这个。啊，日本啊，韩国人真爱来咱台湾。台南物件好食。啊，个即马日本料理嘛好啦，吼，韩国料理伫咱台湾。其实你问遐球员吼，因颠倒较爱食台湾料理咧。台湾料理吼。对。啊，都因为啊，糖类、蛋白质、脂肪、淀粉这球员拢爱足注意的。是。这运动员你食物件，跟一般你食物件无共款。无共款。嘿，无共款。就这比赛当中会准备金蕉啦。金蕉真重要嘛。金蕉。较袂抽筋丢筋。啊，无就巧克力有无？一罐迄个，咱你去便利商店一罐迄个巧克力包有无？是。因为你要较紧吸收糖类脂转成动能吼，你也去，你无时间食便当啊。你食便当，你都准备等下困倒去啊。敢会无就着直直食，伫边仔食。有冇即款的啊？食甲大口气。阮有球员专门来食便当。便当做的嘛吼。便当做。准备做便当做的。出事来食便当的。哇！我三粒歹球啊！你看，伊安尼佫甲状况吼，佫甲即个招式吼送互对方了。主动权即马伫平国小哦，三粒歹球等一下好无？当然等啦，好球啦。人讲啊，做抢术，啊抢术是比我哋现在咧拍，伊是咧做抢术，结果你做投手的人做抢术送互人。完全水利波，亏死你啦！伊即个正手吼摆背吼，身躯先走头前去，手伫后壁。手开去。拢会开啊！你手会放球点，那伫目睭的头前。然后手的基本动作，马紧慢慢来调教。反正这小崩尔啦，所以讲囡仔吼会当迄个，你看伊迄个准备动作，类上有跑车，无讲做足大个啦。连到这保手还不错咧，你保手我感觉动作阁真顺。复兴国小看会出嘛是训练有素的一个小棒球队啦。保手是联分哦，小棒的队伍内底。张志强，哦，来10万多，拿点拿走，有机会保一下。紧打垒，你无，你也用手头要甲保，毋是袂使，是惊去用弄个落去。往外走垒。较紧，是袂来即马。虽然球员你走垒时吼，上好你要走去迄个内线的外侧遐嘛，你走，安尼走，你看遐有一个条线，你看这其实走迄个就毋对啊啦。小可 S 型啊吼。嘿，伊走入内底，其实迄个当判伊迄个安尼就毋对啊。即马，哦，什么人？我那都干到烂了。你看保守，其实免徛遐活角，你徛活角，迄球就变，你要等歹球吼，这歹球啊有意义的歹球啦，你得完全拢无吸引力的歹球。捌达到拢无感觉，你看。好歹差伤济。啊，你徛这是我唔知咧。无啥物意思吼。嘿，你这两粒外角球这是你徛哪啦？即马推下手，声袂着。推下手一看，毋是讲要锁，你看你。过来一摆吗？外角球伤远，还是要甲掠即个走垒？我可能是要甲送出去的款的，可能是。故意的保送吗？这个半故意啦，因为感觉讲你推下手会着球吼，要来掠迄个上山，你看送出去就直接送。哦。保送。故意把这个巴达送去发射。家己关辉国小的战术敢会成功呢？这对你来讲是较好收备啊，内野则
这个5-6吼，滚地球时吼，打率就好处理啊。所以即摆考验到河阳国小的手臂哦。我是想讲无你才甲送这个去你，啊，你都烦恼大，啊，毋是讲迄个啊，你安尼愈上愈侪人对投手是压力愈大呢。你讲较好手臂，其实你即马差3分，也毋差1分啊。所以这个补偿敢有意义呢？咱等看就知。哎，就是安尼。可以加二番吼，2番车。内野的手臂好球啊！真重要。2好球，这个第2球已经开34粒啊呢。是。牵射，真准哦！你今仔日牵这吼，好厉害，这手嘛会酸嘛会疼咧。你就是讲安尼。所以咱古早时真是少年棒球，迄个王牌投手甲大人来拢手拢棒伊。柯老师即摆处理处理落，你拍球会处理哦。滑咧哈。嘿，滑咧。对啦，倒骹救起来，佮但速度无像以前射得较紧啊啦。该出嘛是爱出啊。我这牵涉干都是平呢，我这脚踏佫袂歹。哎呦，袂歹哦。哎啊，都即摆较拍老伙仔组嘛，真有成就感。第一，对方速度嘛较慢，这你牵嘛较。趣味啦，咱爱棒球人，其实你什么球你拢爱看。突出出你无？哎呦，你看满垒啊！满垒啊！啊，你拄仔免费送一个去，再搁送一个去，送互满垒，安尼敢较好抬？各位补偿只要造成了全部即摆垒上有人满垒的状况。这红的教练讲，你手拢开去啊！来啦，看手臂吼，手臂看我多处理手臂，还佫有满垒会当相杀的可能性。你话拢会滚啊，你甲夹出来，你甲人有啊？往哪多？这个嘛关键的，你这3分吼要弱佫好弱哦。你若拍5-6分就足歹弱的啊。投手袂歹哦。因为你即摆若佫互伊着，互例行佫加着咧几落分吼，迄士气就小可。所以咱讲比赛3分之内较好用。你若3分之内才较好，啊你若4分才较歹用，因为4分吼你爱拍到这个满贯全咧打吼，或者可能时间较有可能。啊，像救援的投手3分之内吼，第9局投手其实有救援的这个分数，救援的这个成绩，以3分为胜，所以3分是还够救啊。哎，袂歹，三振。看啦！哦，投手伊투수某调这个球合理啦，吼，투수某调这个合理。你看这个球走入来，袂歹。嘿，其实这个球例行的捌打应该小可吼，甲杀甲拍者，啊专心了捌打倒。啊内野吼，内野的老队长要画一个吼，内野队长要画啥呢？就是讲太近的倒 any base， 大家注意看，因这。伊咧号码后壁啦写10号的吼，就是队长啦。10号，校帮队长10号。因这即个基因表有规定讲，队长就是挂10号的就对啦。因咱的舞蹈单无特别甲咱交代讲什么人是队长，咱看。甲迄个骹球共款，10号拢上厉害。就伊即边就讲10，啊若教练总教练咱挂30号啦。啊，其他教练就2啊8、2啊9安尼。满垒无走哦。哦，佮走倒来。边啊，受免强哦。了，啊，受免强啦，受免强。哎，较头前啊，你走。捕手就动着啊。结果3垒的杀到咱啊，走倒来算讲自杀式的攻击，替投手解决了危机。迄个3垒的咱啊，有较赶。好像士气大振，希望下一局开始进行伊的大反击。看卖，你头前你遮尔，啊你搁敢走？走倒来。哎啦，这走无力啦，这走无力。迄毋是讲到伫后壁吼，伫头前看会到所在，都莫袂走啊。教练当报道甲动起来，我歹走，莫走。迄吼，可能球员有时第一时间家己判断啦，伊就是讲伊有机会走啦。但是伊对方即摆投手都小可比稳哪唔稳吼。啊！你免替解决问题啊！柯老师做教练伫边仔可能讲卖走，
话是要卖走一个。这足歹讲的，歹讲因为咱你当边叫伊卖走，叫伊走啥货啊？这囡仔吼较无受控制。惊到自己走。所以就是安怎讲，咱爱利用这款比赛，无明明年的土土杯啦，明年的这个叫做峡谷城杯啦，明年的这个叫做华南金矿杯，这囡仔有可能就是比赛当中这经验无拄着，会黑白走黑白迄落啊，对吧？啊，你着用这种菜市啊杯去累积你的经验啊。可能来看河源国小敢会关着开呢？头拄仔迄个满蕊解决危机以后，河源国小第一棒第一番。马上处理，中路卡出去啊！拍中线，中线。今仔日咱看了这中线的安打真济有无？拍第一球哦，你看河源国小真有信心哦，头拄仔。就是讲推下手有感觉伊有锁定啊，我就是要拍一粒。看你平咧紧张啊！伊拢足久尔嘛。3分以来好解决啦，河源国小加油！那因为例行的投手才牵到第13粒尔，轻考啊啦。啊，你即摆领先3分，其实较大方咧，吼，毋免惊人拍。因为例行的手臂、内野手臂算袂歹。杨正顺吼，正顺哦，画者用画，哇，这个走啊，来讲卖。哦，这个画一下影响着哦。走去杀到啊！哦，够啊，去走啊！别走，爱紧哦啊，卡可能头啊。莫免讲，因为你这脑啊度，卡是毋是去拐着？嘿，应该是有机会啦，但是那就爬袂啥会起来吼。莫免讲，这摆脑啊度，你看卖练例行这训练有素的保守吼，牵二垒，你要牵你莫牵对莫牵迄个，伊牵这个方向无错啦，只是迄个。速度无接好势啦，迄完满度其实牵了袂歹啦。我电脑讲例行保守牵了袂歹，你毋免讲要一届到位啦，你牵时间度毋免讲要一届就平，完满度就好啊。哇，安尼一下吼，啊，打头前超到米半一米安尼，吼啊，时间度是速度，哈，球杀着就用踢去啊。免讲一届要到，一届一定要找到，因为你无法简单吹嘛。是，他速度接来嘛无好吼。啊，所以伊这速度的重心吼啊。放较低咧，啊较好，你较低时你看球较清楚啊。无人出球哦，河源国小3垒杀到有人。哦，这个司令球还可以，就是讲无叫走进去啦，无叫走进去。盖外球破坏掉。突然突哦，咱哪里杀到？我这个球应该走无走。lucky safe， 3垒应该爱转来啊，那个丢丢啊哦。即摆是发到迄个安排甲判讲伊无确实移落啦，即个移落无确实甲球接于球内底，嘿。本来叫是第2个动作，但是照看咱就来看卖咧，看这个。球杀到三手无走。慢动作的迄个看卖，杀到出入去了，伊咧接到球。哦，伊认为讲伊这个连续动作手套的球无接无好势，嘿，所以才失误呢。一个算发到的迄个接球的失误。3比1，河源国小略顿来1分。啊，注意哦！哎呦，哦，杀哇，来看！哦，这球接真水哦，唱水味的姿势。伊咧甲补转来吼，伊的身材会使。安尼，伊唔算扑球啦，因为伊人较落意思啊。啊，所以这个方向都爱接到球，啊，发射咱已经走时间度啊。以迄个体格来讲，这动作做得真好。你若较大张，较瘦的还是较矮，或者球就拍起来看卖吼，这球都在伊的边啊，哇，这手就掉掉。是哦。对啊，一届2个错起来 ，double play， 3比1，哦，好兴1分倒转来。其实这分嘛是会使讲例行嘛斗3共着。高一贴，上无你等下1分，无简单，河源国小。先打拢先打麦。赶快。哦，中路的。哦，我咪交在都在 double play。你会相信吼 double play。哦，迄若无 double play，即马就搁3比2。嘿，垒上，啊，搁无甲垒上就搁接垒啊。伊若拢拍中线的有无？免即免大机啦，当啊接啊拍，杀啊拍安尼有无？这囡仔愈拍愈好吼，一场比一场搁较好。伊主要拢得球吼，你话得球得个就拢哇，这投垒就好啊。简单轻松解决了，一垒手真无用哦，拢伊个固定的部分。
哦，这身材甲后壁，我看咱像阮拍斯洛比嘅奥利桑。有你上，囡仔真够水。3比1，立雄国小领先着和兴国小。和兴的安打佫比立行较济咧，所以这个比数绝对毋是最后的比数，佫真有通看。当然，这几年吼，咱台湾有派出代表队有去参加普尼的吼，小马联盟佫 LLB 的吼，佫咧 U12的，U12伊就是每2年轮流吼，世界杯甲亚洲杯安尼吼轮流咧比赛。世界亚洲杯两个比赛。所以讲对着咱来讲，我会记有一年吼。U12迄阵日本队吼，迄个人质名酒吼，技人队的迄个日本技人队的迄个当家的斯干多，带国家队来啦。是。囡仔吼，小可不受教，小可无受到这个，就是讲时间吼，拢无咧准时，结果甲迄个先发组的4、5个买有比赛。哦。对美国队哦，买有比赛。伊到尾咱记者问讲，你哪会敢安尼做？讲我棒球我嘛要赢球，但是教育较重要。哇，迄个这是一个好的示范。嘿啊，这个人之名酒，这个代志出来了，大家台湾足侪反省。是。你看咱国家队教练是哪咧教囡仔？哇。吼。你教就对吼。甚至甲家长甲球员甲伊解释讲，因为你的球员无受到咱的制约，甚至无受到我的教育是袂使，这比赛落场。哦，咱就是讲，咱家己是讲，这若换做伫台湾吼，迄个球员吼，的家长开始教，开始骂，品格教育，开始去甲媒体讲教练哪拄安怎。投诉。这就是日本甲咱台湾无相像的所在吼。赢球大家嘛爱，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对着小棒球员，毕竟是学生，这个教育，所以日本的棒球会遮尔教。绝对有原因的。人伊尾啊比赛当然伊输美国，但是伊敢讲我要给囡仔一个教育。是。哦，一摆一摆啊。这2年咱这帮的风气有较好啦吼。当然明年还佫加美传的啦，吼，补上啊，这球看啦，无错。美传入来了，当然看到佫有其他球队入来无吼，6队较好势啦。5队佫无够吼。5队因为较歹，爱双数落去排比赛较好排啦。双数。我这个球袂歹拍咧，因为你若6队是较好排，你5队啦，2队你拍，2组你拍，1队就迄款啦。像当然嘛，望啦吼，美传明年入来了比赛较好看数啊。真侪升邦队伍敢无想要参加第6支呢？嘿，拢有咧讲咧。迄个咱即摆业余教做诶，真侪头家讲伊想要做铺路，做迄个铺路，但是拢讲也无正讲迄落。所以期待啦，期待咱台湾。哦，这球哇，掠着啦！out啊，这力咯吼。袂歹哦，保守，好兴的保守。真好。反应真紧哦。欢迎吼，第一时间就讲你力咯先水牵。原本报上第1垒，即马被牵涉出局。你著第一时间若要走，你著走。你转来向念哦，因为水牵你来走一半咧，你看，要走哪唔走？这个动作其实你若迄阵走去时，你著无去看。来看，哦，这个小刀，心拢来啊！手臂真，哎呀！哎，无菜，接了真水讲。有当时啊，会负的时候，莫要赶紧吼。莫赶，这个球就是一摆一摆的。小刀接了袂歹呢，这说说安尼真稳固啦吼。伊顶一场有起来投球吼。嘛落去牵啊，你看，接了真好啊。投手的水准。拢阮讲放标，吹一个放标去。球速嘛真紧。哦，伊咧搁来啊，注意哦，有时有影搁人的。你看伊拍球袂歹，吼，伊用慢慢啊试。这个若搁等于好啊练者吼，迄个等于腿啊搁少练者，甲明年全国赛吼，这个腿啊不得了。投手免惊吓，投手牵互拍啦，叫你若牵过2粒歹球啊。看着伊会惊。你的迄个控制权甲呛死，就搁上对方咯啊，对吧？你看伊迄个搁哪踩出来，嘛是人济尔啦。有乱丢，3来丢。伊拄在拍安打嘛。
你有试看卖啊？你知影讲看你的球路到底较多先感觉好球啦？好球，完实力，完实力。太悬了啦！无啦，免传啊啦 ，pass 好送啊。当然，保守嘛是爱传吼，伊唔知影讲裁判有扣好球歹球，所以伊这动作嘛是爱做，嘛是爱做吼，嘛是爱做。你看这投手，你看保守牵嘛牵着弯慢度，啊，拄啊小度迄曾文武伊甲接着，安尼一条就好啊。哇，立明国小每一球拢有攻势哦，一波跟一波。保守是要对调的，投保对调。看嘛，你是要对调，因为即马保守一看落来啊，就换来啊。皮只扩大，皮只嘛牵甲吼，压力嘛真大，你牵袂入去。因这个保守吼，真顶真啊，应该落去做投手啊。所以吼，咱会使讲到即来追着无？安打以外吼，你讲拢无失误无可能啦。是。但是失误时，你袂使互失误连做伙。失误若连做伙，安尼你就是送人分数。唔对。失误一遍无要紧，啊你若讲失误会受传染呢？有时活呀哦，即马吼，即马这个。白宫这队长啦，你看10号有无吼？10号。来看来，十号是10号，10号这就是因的算是队长啊。一般队长吼，咱若铺路面顶佫写一个 C 啦，是 Captain 哦。迄个日本的巨人军的迄个吼坂本勇人呐吼，也是咧拢会内底，怎讲这对队长的一个尊重啦。有说个球员，球速袂歹哦，会当牵会当补，当保守牵射情况就是这个吼。对啊，3刀流呢，人讲2刀流，3刀流，会当倒会当补，佫会当拍。即希望莫受伤吼，啊，互伊自然成长，啊，体能体材。啊，起来了吼，未来嘛是咱台湾的野球人才。咱即摆看遮小邦，你搁等10年啊，搁等10年，这内底绝对有未来的铺路，也是国家队的选手，甚至免10年，搁8年就好。8年才20岁尔吼，这时国家队可能就看到，啊，甚至青邦的比赛，可能是高宝啦、滨定高中啦、西苑啦、高苑啦，啊，拢去看到遮未来遮足好的选手。高中就叫大入名竞技啊嘛，有可能嘛吼。有可能啊，因为咱即摆啥咧啊？你国校啊，若拍即个县市的国校啊，你国中嘛爱拍即个县市。是。你到高中你才会当转去其他的县市啦。嘿，惊讲你安尼活县市来后壁咁样喂吼。啊，所以讲即个即马咱台湾的即个金字塔吼，即 pyramid 下骹的小邦球队爱坐了青少邦、青邦、城邦甲普罗吼。金字塔，甲金字塔是上面顶的吼，好手才会出来。我感觉球投手迄中线利率太低，但是利率可能袂负。生态利率是对啦，生态利率，这观念真好吼。伊本来想要做一个相杀，伊这局就结束啦，但是时间到要传快速无啥会负。投手起来第一球就叫拍出来，不过接来袂歹。来看卖咧。头一个拍，发现真紧。我感觉伊的路程真重哦，伊到做保守，我感觉手才起咧。是。即摆啥啦？个状况哦。要牵制咧，发斯兰啦，杀到你想要走。日平国小这出头真济吼。咱若1-3垒，即摆发斯兰也是走来2垒嘛，还是1垒这？2、3垒都有走脚哦。土澳道。好球啦！好球！这是场无起来，区中伟，咱看到伊的打击姿势袂歹。入面国小15号，区中伟，开了真低哦，伊的好球大，可能较下淡薄啊。投手黄世尧吼，黄世尧连续2场拢区保守吼啊。对啊，10号的后尾啊，这算是队长啦。河源国小这局啊守得掉哦，3-1输2分，但是2、3垒若是有走者，互因转来，可能领先的比数输的分数较大。接着投手真水，哦，这个保守转投手袂歹哦。
叫我客人投手帮真有信心落场。黄世尧吼，该除了好兴国小危机，无简单，福建教练安尼换嘛，佫换掉啊！我对啊，拢中线的球，你去看，拄则其实嘛险啊会上杀，拢互抓着，拢互投手抓着这嘛。是这嘛拢中线的球，拍了嘛袂歹啦吼，拍了嘛袂歹。那么你例行的10号吼，例行的队长就是这个余家凯啦吼，余家凯。李家凯，余家凯本来是这个投应该是本来投手啦吼。所以明仔载关阿军战，吼，咱会当看到讲台湾即马即阵啊，咱小帮的队伍嘛不遮济吼，即参加这边麒麟杯的即个队伍40队啊， 40队13个冠军，啊，佫有一寡软式的，软式的有5年仔咧拍软式的，哦，啊那佫有挂社区的啦，下句安尼要成百队安尼，就即边5百旗， 500支，足歹念500支，要200队吼，即2年拢要200队，你拍到30分的伤悍嘛，27比是30。较含啦，但是都因讲是特色啊，什么用的甲肉开，吼，好骹甲肉开做伙战哦，趣味我讲，我是惊危险啦。安排的较忝吼，4点钟比赛，哎呦，安大呢出哦，水是 left 这球切了真水，队长余家凯即支去哦，即个曾文武吼，小杜即个，小杜你我欢迎感觉讲即个囡仔吼，将来若现在抽落起来，协调性袂歹，你林看。志伟感觉吼，嘿，啊个出名救林命啊，志伟，嘿，林志伟，真有人缘，林志伟迄个戏，林志伟，哎呦，哇，咬掉，到，到即个球，哇，迄度，哇，壁两地啊，两地。我感觉有机会分类哦，爱走一下哦，走看卖哦，分类走会过这两地啊，迄个走会转来无看卖，应该有机会哦。哇，走转来啊，哦，真拼真拼，曾文武安尼，林志伟，嘉义县的未来林志伟，哇，就拜开，紧张，刺激，只要差1分了，哇，得嘉义县好用的曾文伟，曾文武厉害啊，无简单哦，走到险啊破去啊，险啊跋倒，真点真的，佮行无打掉，佮等下打一遍，分类帮，这分无简单，真重要，3比2。来哦，你倒来，队长来哦，队长对到队长哦，余家凯队长对到这个黄世尧队长啊，拢10号的，王继王啊，较悬吼。迄投手的牵了吼，伊的正手吼，啊来甲过人骹啊，咱倒手的过人骹这吼，伊这个 follow through 啦，会较顺啦，球较会走啦。你看伊这样，就是迄个拢迄个平衡吼，你看小怪，迄教练看出问题啊。所以这个投手的姿势拢爱微调吼，一寡小动作，像王建民当初伫迄个咧福建的时阵，对啊，调姿势嘛，你咧牵球吼，哇，共款你看嘛是补手，对调。这是伫小帮较看会到啦，吼，对伊保守通常伊的臂力嘛是真强的嘛，较大袂歹啦，袂歹。较大袂歹嘛兼落做投手啦。啊，你若甲青小帮甲青帮大部分都无安尼啦，大部分就是会专业，吼，啊位置拢会较固定。有例行嘛，袂使失民主的啊，对无？我名门世家，太会讲拍甲遮艰苦济个。 3比2，立平国小甲较早无共款哦，即届对着和兴无遐尼简单哦。其实和兴毋是无出着，有这样拍是有人才拍过当招一个朱麦克吼，U12进前有一个朱麦克一个，嘛是因的大学长啦，吼。和兴国小是的，嘿，和兴啊，当然伊是即几年才有较离即个小帮吼，啊，较有咧推展吼，啊，当然实力嘛袂歹啦。即摆即几年囡仔生了少吼，啊，我就讲一再就讲过，嘛真感谢咱遮家长，会当吼遮囡仔来拍棒球。即摆有诶就是讲，若家长经济袂歹，家境阁袂歹，会互囡仔去拍社区球队啦，会拍身体健康诶啦。要装备真贵嘛吼。装备你要，你要好诶手套有诶真万诶啊，啊较上叫诶5000块嘛有啊。啊你若要买阿鲁米诶腿啊，你不管美国制、日本制，迄腿啊。 较会使嘛7、8千块啊，较好嘛10万块的啊。我有一个朋友住迄个河滨公园边啊，好。伊大概比赛了后，伊讲拢扣超5、6个手套。
结果伊扣差不多两三百的那种，伊讲去王牌。谁来当就好个谁来遐好伊讲大概大比赛有真侪迄种社区的队伍啊，迄囡仔较好个，手度袂大。哇！真的，哇！这个球来到小可无注意到，李瑞安大，去由黄世尧队长，哇！这个哇拍白咯！哇，杀到到要去你啊！他开讲一个出代志啊，出代志。这个黄世尧队长带第一粒球吼，out course 的球甲杀啊拍，叫赖道无好啊控制到这粒球，煞去哦。真欢喜哦！即摆搁这个搁走到杀到来。哦，无简单，10号对10号。来看这个球是发生代志，哎呦，伤悬呐！哦，伊个杀对赖道去，赖道在一边看球就第一时间这种球吼，马上马库。第一时间你爱用走后壁，才过来看球哩。但你爱一边走一边看，等着球都无去啊。哦，好兴，因为你初赛5比16去立行甲定起来，所以即摆报仇的时间到啊！好兴国小3比3，目前白手。好球，其实投球袂歹啦吼。头仔讲做的是队长哦。即马颜别分吼，本来保守，也才来做投手。照看伊投球的迄个模相吼，其实嘛是袂歹投手啦。好兴即马是第一场的先发投手汤俊兴。即马即个颜别分拄则吼，做保守才来代替着因的李家凯队长来做投手。是。来看到这个汤俊兴伊的打击。较低哦吼。小球真顶真。阮输哩，咱若杀到，等于无安打，积分嘛走转来，所以这个颜别分吼，你牵球就较顶真哦，较注意了。哇，这先打麦，有啊，搁对啊！哇，积分一败，满改4比3，领先1分。杀进1分，4比3，好兴领先咯。哦，厉害！这分国小吼无简单。哇，这球真水吼！这个个中线个拍来先足搁带一个。真厉害！你安打的拢拍甲足食家的吼，足确实的。罗奥多呢，后一番会当做战术咯，凡是会当点。好球，150起咯，你看，速度较紧。速度袂歹，会当赢立平国小哦，即马好兴真正有机会哦，把握这个强势。杨家案吼5番的啊，5番车啊。杨家案伊的重心拖到真后壁。休斯干多。这个腿啊嘛无好对付哦。哇，那这个球，好李家在哦，迄娱乐，惊到无代志啊！这个嘛车步边吼，你若这支若车步边过转2地呢，今仔转播吼，第3场这场比赛确实袂歹。好看，8强赛确实无共款哦。实力好较拍到活来，突酸了无？看到后扣死了。走哦！看到伤悬啦！第一个时间你就走。你那要走要带，拢会伤吼，较会伤吼。顿地啦。这保守的较大都无像这个即马先发就投手遐好啊！你看这牵这球吼用塞啊，无啦，准度都无。准度力头拢无放标的，放标。我这个球过来，我安打了！够出力！哦，好厉害！哦，国小1-3率，fast 杀到拢有人哦。杨家眼这个腿啊，确实袂歹。哇，即马这个势，这个呛数拢来了，来到这个嘉义县中部乡的复兴国小棒球队咯。名门之后，立平国小面对着危机咯。哟，对，4比3，复兴暂时领先，咱若发作杀到，哪到？紧张。即摆杨正顺，杨正顺，
哦，教伊就要拍哦，因为技术这个保守的牵涉能力可能较无好哦，较无好，真明显啊。但是投手真欠，无法度爱活去迄个吼。因为正顺哦，要哇，我给咬掉哇，杀到个下去。拖 A 啦，哎呀，5-3咯，哦，一个小大脚来咯。因为这粒球杀到速度足紧的吼，伊个手套吼，无法度正面接到球，啊，干那样侧接吼，啊，侧接这手势要感觉足好的，较困难啦。咱来看卖咧，这球咬起来哦，不动着就袂歹啦吼。诶，速度较紧，速度较紧。即摆速球拍甲球热起来，个脑啊大，主要是脑啊大，我先热起来哦，大家小吞吞哦，你来捌打。气势叫拍起来，即摆个脑啊大吼，对投联来讲压力真大。这个是调的还是？趣味一个吼，里面个笑。放一个小便球的吼。普罗嘛，把咱呢，久甲你钓起来这种球吼。哇，很无算意吧，三粒歹球安尼。莫啊赶，莫啊赶，哦。看蛮累啊。你pitch 只 play 多啥伤济，啥伤济。好球。那我坏哦，无惊到。咱台湾的囡仔还佫客气，因为甲日本队比赛，迄是队第一局花第6局，我花烧声。阮苏利哦，嘛好球。哎呦，哎呀，你看到巴德啊，你看104 kg 咧。算速度真紧哦，104。诶，袂歹咧，104，那以咱骷髅来讲，才要挖130，那这期的讲是要挖130去。好球啦，三振啊！你看，三振去。你看看到这拢佫准啊！后壁翻的这么，主要就是后壁翻斜吼，后壁翻斜来甲7、8、9吼。较弱。诶，所以颜碧芬较免惊吓啦。咱有时阵拢会讲哇，个头前翻的个3、4、5翻的，伊就足歹克的啊。王老多，王老多，那么这应该是过一剔8翻的吼，8翻的。啊，这投手换过啊，应该较无共款啦。哇，这个球，先打出去，哎，接到，水哦，相杀个机会，下多相杀。解除了危机，3个人真紧，无到1分钟全部出局。这例行差2分吼，还够球啦，还够球，这分数绝对最后。何兴会当爬上来真无简单吼。你看这个安打，何兴9支啦，例行2支尔，这是。啊，要讲是较危险的所在，嘛拍袂歹啊。咱看咱一个李恒国小敢要多发挥呢？因原本真强的火力。所以哦，你再看，这有身材较细只，咱今仔看到一支红浪是伫下早看到一支嘛，对不？啊，有时是安尼啦吼。囡仔毋免讲想要扫大机，这个球场不遮大，所以拍确实就好。你是拄则，不管何兴还是李兴，去拍拢拍中线的。中线的。我记以前迄什么人，即马一个演艺界嘛叫名的霍正奇。霍正奇甲我同届，伊鹰工队吼，台北鹰工队。鹰哥工商。毋是，荣工。荣工。人讲鹰工啦。鹰工。荣工队当家捕手吼，伊本名叫丁书恩啦，啊尾也改做艺名叫霍正奇。霍正奇。甲我讲，哦，迄样阵啊，细只啦，148公分啊，伊嘛拍轰浪啊，伊用杆啊，用杆，迄样那些姿势吼，哇，好厉害啊！原来就用杆球嘛拍出去，那么厉害。啊，迄样子那个就罗敏清啦，王光熙，迄样子那就是阮拍木土杯讲延长5支比5斗，就是你比如罗敏清拍嘛4支啊5支，啊拍1支就是延长5支比5斗啊，啊你4支拍，迄样李亚加再转去咧，迄样子那真卡吼，李样子拍一寡什么妈祖杯啦、太子杯啦、什么主委杯拢一寡奖品啊，啊你若比赛了一寡好朋友吼，才时大。啊来，请你去食好料，像人家较散的时阵就是安尼尔。真卡真热情哦。热情啊，古早卡啊。来看队长就牵啊吼，一直吹啊吼，这黄世尧吼，嘛投手嘛保手嘛推啊手吼。正个该手调就赢，好有个小，即马王牌投手出面啦。要压掉了啊！手臂啊，应该是无问题，真简单的感觉。
袂歹袂歹，这球传得袂歹，水，传得有准，有水准。传得有准，嘿，你看细细安尼这，林子伟，嘿，林志伟的模板啊，林志伟你来看这个曾文武吼，庄恩宇啊，吼，你看呢，沙咧传的，袂歹。这缩给它缩给哦，真注意，基础嘛真好吼。王老多，这黄世尧这个和兴国小的队长，无简单。伊的动作吼，动作的协调性格还佫袂歹。你看这身材是算中班啦哈。你讲偌大张无啦，但是算讲协调性袂歹。颜撇坤吼。这投手对投手，来倒，应该是无问题吧？这球嘛袂歹哦，赢就是安尼啦，信心就出来啊。诶，有啦，气势。哇，你讲两个庆祝，哦，真欢喜哦。囡仔就是囡仔。嘿，这真水。这球小，身体足肥啊！来看卖，拍到袂歹，甲来倒这粒球吼，哦，最后一条，哦，紧会跳起来，哦，你加空中掠鸟啊！嘿，这若无，再讲掠鸟，这若无掠着哦，两地啊，笑出来啊！你啊两地就飞啊嘛，那一个人打就个足哇，拄好多，哦，这换黄世尧，球有伫好兴这边哦，有影压掉咧。我足注意是吼，和兴国小这个投手明年你若要拍全国赛吼，这个绝对是王牌，所以才特别顾好势。过去的成绩那是无够四强哦，好兴国小。嘿，伊这边算啊袂歹啊。袂歹。做因这电囡仔吼，真有真嚼啦。因为我当下一早讲过，拍过乐乐棒球，吼，足细汉就拍过。电竞队的。啊，佫电竞的吼，电竞表示卡紧的。所以讲，迄个教练你 Q 球员吼，特别拢紧。啊，乐乐棒球中讲，迄款也是较简单的，但是囡仔对棒球的迄个协调性，你会看得出来。速度反应，完全处理不好，即马捌打小可紧者，小可紧者，力行。好球，处理。哦。红白投手气势。图处理图好多，罗兰啦。嘿，我看伊迄个人讲有大将之风咯吼，无啥会惊场的感觉。啊，用速度方式来牵，牵到准了。拖来着。即嘛就了半天才啦，半天才性。未来性是袂歹啦，啊是唯一的拜托。来受伤。嘿，千万吼，啊小甲顾者，较打够好势，这协调性佫真好。切到中北区接球，无问题。这个速度袂歹哦，曾恩武。拍了拢开始吼，气势拢来了。即摆伫行小拍太落去。收到正果，嘉义县的和兴国小5-3，伊完成领先到台中立平。公司台一台伫明仔载继续有2场比赛，4强赛、上尾决赛。第11届台南市巨人杯全国小棒锦标赛。这个立行国小吼，离牛赛啊，甲拄则对着桃园的人生，拢无啥物困难呐。对。倒顶年间，结果拄到这个和兴牛赛选5-16，吼和兴国小去互输互立行，佮差11分呢，无一个你看，即摆来到决赛吼，这个就小可无共啊。轻松头，艰苦尾吼。这款的就是讲少年棒球的无稳定性。你比如讲，你若拍到成邦，你若10几比几这款的，大概就知影讲，就那像咱对巴基斯坦啊，对菲律宾啊，对吧？我会记古早的俄罗斯嘛来咱台湾拍过世界邀请赛款啦。点解迷茫啊？但是咱世界杯捌输俄罗斯诶，你莫笑咱捌输过，咱嘛捌伫世界迄个什么比赛输互大学运动会，咱输互法国嘅款哦。哎呀，这是咱哦，我拢袂使轻视啦。棒球无讲，现在是软啊啦。好，明日透早是10点哦，4强赛10点开始。哦，那和兴。同款是柯伟迪老师来做球评，明仔载10点。甲各位吼，周末的这时间，大家做伙啊来关心着台湾的小棒安尼。哇，这嘛是叶问哦。
这嘛原住民的球员啦，吼目，睭真丁顺真水吼，祖祖的朋友吼。这一个要打10个，这爸爸妈妈一定是叶问的这个赢袂哦。哦，伊棍仔人啊真水吼，会当栽培哦。哦哟，各花式人呢。哦，咏春的例子。哎呦，中路来，看嘛，速度，紧哦，紧哦。哦，无要紧，感觉拍出来就好啊。叶问袂歹哦，叶问的咏春拳还袂拍出来。后摆大汉嘛是不得了啦，还有机会。我讲伊若继续拍到普罗用叶问这个名嘛真好。袂歹吼。叶问，叶问，我在那里看欧大大雄，这是啥唔对无？希望伫四公赛再看到伊。是。完了都例行的这个颜撇分吼，照看是例行内底真在投手啦。未来林志伟来啊！曾文武吼，这个看嘛，那原住民的款，真古锥。缩结吼，哇，迄重心，迄个重心去往头前去啊。但是我是感觉伊的身材看起来，那是比例安尼，比例无讲感觉怪怪。来看这个球，哎，看到啊，一个无规则的这个跳，叫球弹到，这个球应该头前往头前伸。今仔日几啊，伊这个所在吼奇怪，伊这个头吼，弹到球吼，这个球是感到伊无唔对吼，伊这球要接的进前刷去哦，但是为了避免这种不规则弹跳，其实爱往头前接啦，爱往头前接。你搁加算一条吼，风险就加一个啦。骹头要甲抓一个吼，冷冻剂。带去调到迄个骨头的所在啦，哦，迄足疼。所以吼，所以阮讲内野手你接球吼，爱往头前，宁可往头前吼，互伊迄个五浪吼弹跳。你看，你个弹起来，你弹头前，你弹起来，头前去下，搁往头前一步，较对啦。较对吼。你袂使互伊伤济弹跳啦，伤济弹跳风险就来啊。感到还好，希望袂影响到伊的手臂哦。未来少年的骨头、少年的肉吼，恢复真紧。啊，若阮老伙仔拿咧，就爱等食。嘿，有讲话啊，才一个月吼倒入眠床的，迄真正毋是开玩笑，骨头甲啥仔袂笔直。来，完了到咱来发动吼，啊，好兄队有机会了。哇，讲要起来，先打麦，可能袂我哇，两队安打基本无问题。哇，曾文武要走杀到，牵起来，好厉害这个！伊这个投手吼，颜撇分的这个速度有吼，啊，好险球对手看到这个球足甜的有无？拗起来，哇！这球啊，这哪里 LB 迄个嘛过啊啦，因为咱这胜打275英尺吼。准全垒打，这球应该200嘿差275英尺，这要83.82米。队长来哦，队长来哦！哦，伊拍球真有气势，10号队长打击。黄世尧，黄世尧，今仔日看1安2安吼，今仔就是足好的呢。今仔个哇，来到要守，这球应该有。三垒应该无问题，出去球，全垒打是无问题。好亮！胜打方向上界远的，交一支270的，哦，好厉害呀！这球无简单。黄世尧，这个3刀流，嘛补嘛投嘛拍，伊再搁差一支，伊搁差一支3垒安打就完全打击啊！完全打击，好厉害呀！1垒、2垒轰浪，嘉义县河源国小真无简单哦。好厉害呀！这队长，你看伊8号，迄8号毋是教练哦，迄家教伊报个8号是的球员。球员吼8号，哇，莫硬气，囡仔。这分吼，莫艰苦无紧，这分加送1分啊，因为拄则迄个时间到迄点也接到。哦，这个比会再轰浪搁较无简单，因为足远的咧。中路嘛200，这拍翻280，有哦。哇，嘛胜打买过，哦，搁讲到迄个积分板的下骹遐呢。哇，这黄世尧是也无简单，无掉伤。有可能是大会今年上界远的哦。咱头前几场其他的球场无啥看到啦，吼，因为咱电视无转播到。是，这个算不得了啊！黄世尧，
3分呢。哇，这分吼令人吼，有国手班啦吼，这个黄世尧，这个落去了，会再投手哦，汤俊兴吼，嘛真缘投，这嘛是原住民。哇，这拢会挨着，会挨着。4局后半，那出2局尔，出2局尔。完甩突破路，完out到罗兰呐，哇！例行这个比赛煞去互倒加着啊！哇！我讲阿达利啦，阿达利哦 ，right 到基本的一垒无问题。哇！和兴国小伫预赛，咱拄仔讲5-7输去了，这场完全无共的气势咯。里面国小这次比赛第一届用拍到7-6嘞。哟，有影地甲叫拍7-6嘞，伊在这场啊，到头前预赛3场拢轻巧啊。那班炮共款哦，一支搁一支。嗯。你甲看安打数就知影，安打数和兴已经来到10几支啊嘛。例行今仔推啊手无出来，这场推啊无出来。和兴的信心拍出来吼，一支比一支更加热。和兴国小有影平常时啊训练有素啦。咱就咧讲例行国小是名门世家，结果这个中部的和兴国小推啊手嘛，互咱感觉足惊吓的吼。先打，卖个中路，讲拍中路啫。强势未停止的感觉，和兴国小。因为你岩劈分吼，已经是会使讲是例行上好的投手啊，你只要后壁要换，要比较好，应该是无啊。里面国小投手一开始安排出阵，即嘛投手的战略较食力咯。因为安尼吼，咱这边的哇，过来，搁安打咯，哇！无要帮伊刷，因为咱这边技人杯的比赛就是袂使练，袂使练，所以这推啊手吼，就掠直球就好啊。班队，即摆个班队啊，我那大班队。哦，这个和兴今仔日不得了，这囡仔中昼毋是食便当哦。拢是第一球就讲出嚟哦。今仔中昼食的中昼顿毋是食便当的款。咱看里边国小教练开始无笑面啊。大家拢袂记得吼，一局上半3-0。3-0。例行3-0是讲。里边领先哦。系啊。即摆是8-3，输5分。即向阵仔看讲啊，和兴有影空虚样啊，袂过讲你看，安尼风云变色啊！哎呦，迄个慢动哇，这条慢动都真水，师傅啊啦，冇看啊！哇，这 squeeze 呢 ，squeeze 有够厉害啦！强迫取分，真水。squeeze 伊玩闹到攻击水准，伊玩闹到用这种强迫取分是会使，因为伊若牺牲家己杀到以后要转来嘛，9-3咯。哇，佮做这遮水的战术，看嘛，这个球多点甲足内底吼，所以手里麻，啊所在佮真水。保守等下完，袂付。因为这个球多离迄个草坡仔遐佮袂走吼。要接嘛无好接，要牵嘛无好牵。过来，这个球，搁等下一个，看我都给换尔啦，先掠出局数啦，80分啊。无简单，10-3。哦，例行嘛，例行足久无去用拍这种分数啊咧。去用叠字，可能几啊年一摆啊吼。这嘛是这款，这对例行来讲嘛，毋是歹代志啦。对。比如讲全国赛真侪好手吼，毋是讲，这款的囡仔成长才会紧。是。二垒3垒有人哦。拍一轮尔呢。哦，叶问，希望你好好表演一个哦。我感觉伊就是要拍出去。伊就是要拍。伊企图心真强哦。因为我叫叶问。哎呦，伊棍啊，有人有练过哦。金山早时我手下败将，我袂使闹开。表演一个叶问，有哦，真大咧叫，这球无夹到，伊无认输哦。回过来就气势啊！目睭对球对较无着吼。哇！对着。这个球你杀到，再看杀到才系啦。真可惜，叶问3届打球拢无安打，无紧10-3，和兴国小领先了立平国小。
20米打黄世尧，这个嘉义县中部乡的复兴国小15支安打，台中立行的名门世校的立行就2支安打。教练抓厉害。这个立行国小这几年还咧拄着甲对方拍这款的，啊！你看因即马复兴的这个黄世尧，本来保守哦，是。去咧压咧，然后才讲压掉咧呢。啊，佮连续2局的进攻拢是伊来开始的。家己佫拍着3支安打，1垒打、2垒打，佫一个轰浪，佫插一个3垒安打。就是囡仔要完全打击拍，小鹏要拍完全打击吼，较罕咧看啦，嘛罕咧看。敢若6局尔嘛，无简单。嘿不过伊今推啊不得了，这胜打275甲害过，厉害啦！这个立行国小加油吼！台中的吼，台中的加油哦！即马17分尔。即马我照统计应该是立行国小是即马参与的队伍内底出现普罗的球员上济嘛吼。 45个啊！名次中的名次，立行国小爱加油哦！当然啦，这个过去立行国小栽培遐侪只的普罗球员吼，啊，当然离咱对台湾的棒球，啊，你看嘛，这球杀到，哇，完蛋了，来了！第四间道甲杀到中间，第三支俩，抢出来！开始啊！立行国小哦，无放弃。队长李家凯，吼。 队长对队长，家己先做一个模范一个，先拍一支这个3垒甲小度安打。啊，即嘛就是安尼啊，积累啦，因为你才差7分嘛。啊，你差7分时吼，小可好啊选者莫赶，莫赶，因为这个即马这个黄世尧吼，讲实在，伊今仔负担嘛真大啦。好啊，下载嘛有做一条保手，搁多搁落去手，搁落去裤，啊，搁落去再落去轻，搁落去拍。 我体力其实负担真大。第位安哦，你看伊选2届保送啊，伊会阁选落去，完。当然，你黄世尧这个复兴投手，伊上简单做的就是我看到你拍，因为我恁遐先7分吼，唔惊你拍啦。王牌投手拗掉哦，接手会调正过哦。这个球看卖来到哦，后赛，无输。这个球较悬，较勉强。 有时吼，阮看较大吼，目睭这个球吼，棍仔拢会挡袂掉，所以像投手 high fastball 高速球吼，你掠吼较好掠，因为目睭看到种这个球足好拍，啊其实拍得无好。出手目较低啦吼，因拢直球尔嘛，所以你敢若会当上下左右吼高低的 location 去瞧尔。拍迄个位嘛吼，投迄个位。 就安尼尔，你人看啦，你若要牵较偏的啫。2 and 2，攞啊多，咱啊 hot stop。无啦，无影响哦，3来球。这是较活夹讲实。투사수리볼攞啊多。啊，打击者嘛是需要看一下，需要看一下。伊球速毋是讲介紧啦吼。黄世尧才都无到100啦，才90啊尔，但是准啦。控球准。 算准，够有信心吼。2好3败，我拍毛紧。啊，这个球 inside， 哦，伊他妈要做逆双杀呢？逆双杀就是讲 fast 接到这条打击的球先打对了后 ，can scan 到爱 take 嘛哈，要触杀比赛打对。逆双杀逆双杀，逆双杀就是 fast 先掠迄个打击手，哦，像安尼，哦，在车步边嘛，接对了打对。 说 can scan 到，啊 scan 到，其实伊第一时间紧传，反正佫有负。佫会负吼，但是毋敢，惊佫惊讲无倒，你免惊啦，你分数佫较济咧，有够开啦，有够开啦吼，有够开。袂败了伊啦。再共款，你 scan 到人，你就莫一直闪，吼。有哦，这球哦，干啦！哦3垒夺起来。5人水，哦，这个安打嘛，第4支安打来咯。哦，你看，哇，这观念真好，入去发射就较因走 scan 到，安尼就无相杀的机会啊，就无相杀机会，变得咱若 scan 到杀到吼，哇，这黄世尧，我咧摇就是讲伊的体力啦吼，伊的体力。可能有一寡忝嘛，球较悬，你球较悬。拢是拍到2、3垒之间啦吼。球较悬吼，
推下手咧上较好上。伊乐过来啊！这嘛是关键哦，伊这一帮这个推啊真重要。我讲伊棍仔头拢会倒咧，就是重心拢克了，对不对？免鸟，棍仔头倒变到讲，有时个人若是由下往上捞安尼，你拍这个高尔夫佫无要紧，但是你若较平的球吼，这球拍来拢袂食家。所以伊的迄个球啊吼，这两摆打球拢无拍出去嘛。对啊，就本来讲这个投手吼，若较边边角角、空的球啦。你比如讲好听话，保手徛安尼嘛，啊，就入去角度球伊歹拍，会拍无好啦。真重要一球哦。哦，这球红韧的，这球伊乐吼。无上好，系啊，出手无只球是忍，这球夹出去有可能真无彩哦。两好球对着捌打不离，土帅诺无玩到多，咱若时间都杀到。你看，袂歹，投手真有信心拼掉啊，后扣斯这种球就掉掉啊，这种娱乐的这个所在球拍较无啊。有死角，伊的打击的死角。你莫牵入去伊的内角球，外角球伊就小可就掉掉。你大家看。哦，外角球呢，迄连回嘛回袂着。那个调无紧，大家注势。土豪多，这对着这个例行足关键的哦。这一个安打是2分呐，啊，这2分也无击败吼，2分是10比5，若无击败就气势就搁差去啊。好球啊！黄世尧是信心十足吼，真有信心的投手。土豪多，唔惊你拍啦。球速无紧，但是控球袂歹，够有信心。够啊！好球直直起毛紧，无你惊的吼。我看伊即摆拢靠迄个肾上腺素咧牵啊。对啊，靠伊的信心，靠气势。涂伟元。这球啦，三四要拉弓啊！即摆一电到捌打小我惊惊吼，看到伊气势吼。人阮咧讲有时较杀的，是杀气啊，较杀的，莫遐斯文。你看大联盟，伊看咧，大家那妖魔鬼怪迄个，伊是要流喙球嘛，投手看来惊咧。好球，你看，哟，拉弓啊！捌打，挥拳啊，捌打都无啥干。哇，这个射也无简单。真正是提前结束了，7分，哦，第5局提前结束了。射也无简单，厉害。我咱明仔10点啊吼，会正式来为您转播台南冠军杯季军杯11届4强准决赛。明仔10点，请锁定公司台语台，由柯伟迪老师继续来替咱服务。是。哦，明仔大家来关心着吼中段军的冠军队啊，决赛这队伍啊，感谢各位吼对着季军杯校王比赛的关心。今日真感谢柯老师，袂啦，我荣幸哦，这大家嘛趣味啦。非常精彩，希望嘉义县好运国小明仔有好成绩哦。这支队伍咱未来会当多来关注，是。真有前途。嘉义中部乡的好运国小。